1937年7月7號，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抗戰開始。雖然戰爭烽火冇直接燒到澳門，但愛國熱情高漲嘅澳門同胞以自己嘅方式投入到抗戰熱潮中。1941年12月8號，日軍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聖誕節當日，香港淪陷，開展咗長達3年零8個月嘅悲慘歲月。1942年初，日軍鐵蹄一跨進香港，就企圖迅速將在港嘅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堅決抗日嘅文化人一網打盡，限令抗日分子要到大日本行政部報到，共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矛盾、秋濤粉、宋慶齡等文化民主人士頓時陷入險境。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喺日軍攻港期間，以洞悉先機，及時向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等人發電報，要求香港、九龍同澳門三地負責人和東江縱隊嘅武裝力量共同參與營救，並對營救人員嘅分析、路線安排等作出指示。澳門嘅柯倫亦都收到電報。營救線路分為東西兩線，大部分人行東線，從陸路進入中轉站，再安排北上桂林或者重慶；西線就安排容易被認出嘅文化名人或者身份特別重要嘅人物，由劉少文領導，香港嘅潘正安、澳門嘅柯倫負責。營救隊派出專人護送，從香港水路出發，過伶仃洋到澳門，以澳門為中轉站，再搭船到湛江，北上轉到廣西桂林。當中就有何香凝、秋濤粉、柳亞子等名人。澳門嘅負責人咧，柯倫，咁佢個共產黨員嘅身份咧係未暴露嘅，所以佢營救啲民主人士咧就特別困難，所以佢咧就用身邊最親密嘅嗰啲朋友咧幫佢手嚟到去掩護呢啲民主人士啊、文化人咧喺澳門逗留，有啲喺鏡湖醫院作為病人住，有啲咧就去火藥局斜巷嗰度咧暫住。咁佢亦挽救咗一批嘅文化人啊同民主人士啊，就去安全嘅地方。有啲1-2個月就走㗎啦，唔係長時間逗留喺澳門。因為澳門你知道咧好複雜，澳門政府啊係幫國民黨有外交關係嘅，澳門嘅漢奸呢亦好猖狂。西線到澳門人士大概幾十人，分多批分散到達，由柯倫醫生組織鏡湖醫院醫生、護士以及職員秘密接待。部分作為病人住喺醫院，當然亦都有專人以及特別居所作中轉站。佢哋仲利用地下組織同一啲較好嘅群眾關係，先可以喺原有嘅繁重業務中再承擔呢一項特殊任務。喺抗日期間，鏡湖醫院已係日寇間諜、漢奸、國民黨特務及澳葡當局警探注意及出沒頻繁之地，可以作為拯救名人嘅中轉站，已經係一個奇蹟。負責人柯倫絞盡腦汁先至可以完成任務。整個營救行動歷時半年幾，共營救出800幾人，無一被敵人截獲，亦都無一人死傷。此舉贏得國內外各界人士嘅讚譽，認為係抗戰以嚟最偉大嘅搶救工作，被稱為勝利大營救。